啟德體育園作為香港新地標，嚟緊會有多項國際盛事，例如下星期五起咧，一連3日舉辦國際7人欖球賽。下個月咧亦都會有國際著名樂隊喺體育園舉辦演唱會。近日體育園唔同活動出現甩碌，情況令人關注。我認為啟德體育園咧必須盡快做好管理同埋咧應對工作，確保盛事順利進行，觀眾有良好體驗。我認為咧體育園有3點係需要注意嘅。第一，提高敏感度，快速應對事件。政府已經要求體育園吸取經驗，要建立唔同機制，包括設立處理緊急或者突發事件嘅機制，有唔同嘅預案，但幾全面嘅預案亦未必可以完全應付各式各樣突如其來嘅事件。更重要嘅係重視各種大小問題，第一時間通報、溝通同快速回應，要喺最短時間內咧應付同埋解決突發嘅事情。第二，專人負責解說。啟德體育園剛剛運作，遇到突發事件，對外解說不足咧可以理解。政府已經指示體育園咧建立發言人嘅機制。我認為咧發言人除咗有事時要第一時間出嚟解決，喺大型活動前咧亦都要主動講解安排，確保大眾咧掌握信息，並及時回應咧傳媒同埋公眾嘅提問，相信有助活動可以搞得更加暢順。第三，加強各方溝通，做好活動配套。一項盛事要成功，周邊配套亦非常重要，例如交通啦、餐飲，以至周邊活動配合等，要做得好先至令參加者投入享受。所以體育園咧管理層應該諗多啲、行多步，亦要咧同政府同埋不同嘅持份者，例如巴士公司啦、周邊商場等緊密溝通，大家盡量配合做好件事，確保觀眾有最好嘅享受，同時帶動經濟效益。咁難得先至有一個香港新地標，大家都希望啟德體育園將盛事搞得有聲有色，打響名堂，令香港更好咁樣發揮盛事之都嘅定位，令香港經濟繼續向好。請大家留言讚好同埋轉發分享，多謝大家。